后来伫这个面册交易买卖是真方便，但是嘛要特别小心这个诈骗集团。有诶是用假的存款单来骗钱，有诶是用真大量的魔术用的假钱。这个警方巡线抓人，发现诈骗集团的带头是德联邦创动组的卫星，无排除这个背后有恶道的势力，当扩大的侦办。 真细意就是惊嫌犯提枪来攻击，因为出来大是诈骗集团的成员，首脑和德联邦地动创动的东主有结顺仔的关系。周姓主嫌用面册打地下汇兑消息，有人想要汇款到菲律宾，伊就摕假的存款单，车手伫当地摕走300多万披索。同款嘛是伫面册讲要买名表、乌水鬼。 交汇进前，搁到银行假领钱，不过其实袋仔内底是魔术钞票。这些单据上面都盖有一个银行的章戳，那很容易就取信了被害人，让被害人疏于注意之下，没有真实的、确定的去清点这些钞票是否有假钞的存在，就进而这个诈骗得逞。 诈骗集团自去年开始就伫面册打假消息，做不法的诈骗行为，初估赚400万，防以诈欺、伪造文书，搁有组织犯罪，移送法办。